復活節假期嚟啦，我哋就整返個應節嘅天使蛋啦。將6隻雞蛋放入鍋中，加3湯匙水，冚上鍋蓋，開中火煮到氣閥門跳動，就可以轉細火。煮10分鐘之後，可以拔起雞蛋，浸落凍水，將雞蛋剝殼備用。然後將沙律醬、芥末、白醋、紅椒粉、鹽撈勻，酸瓜切成細粒，加入沙律醬裡面攪勻，然後將雞蛋一分為2，攞出蛋黃，將蛋黃加返入沙律醬中撈勻成餡料。將餡料放入密實袋裡面，然後封密。剪開密實袋嘅一角，將餡料平均擠喺每隻蛋白上，然後灑上番西、紅椒碎裝飾，咁就完成啦。鍾意我哋條影片嘅朋友可以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， 同埋記得撳着個鐘仔，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最新資訊同埋影片。